今天下午电视台要录播一场慕容冰雨的专场，真的，你们想不想去？想去。愿意去的都能去啊！哎，我逃课也就算了，你们都逃课，不怕被学校知道？怕什么怕？现在不是有廖老师吗？昨天晚上回家，我想了很久，讲到了这2个词：规矩、团队。什么是团队？团队就是我们是一个集体。我们在这里上课的每一个人，在这几年内要做到什么呢？做到同生死，共进退。规矩是什么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。你们的本分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好好学习。廖老师，那昨天的事儿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天气嘛？也许等有一天你们到了我的这个岁数的时候，你们才会明白我今天写的2个词。我不希望有一天哪个人会感到后悔。以后每天我都会自己亲自检查，如果没有认真对待的同学，他就是班级的罪人，我会进行处罚。还有，我告诫大家一句：珍惜现在的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还有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哟，这句话算是白说了。不过当年我不也没有听进去吗？叶玉湖有什么想法吗？廖老师，我倒是没什么想法，但是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说。今天下午电视台演播大厅要录播一场慕容冰雨的演唱会，我想组织同学们一起去。慕容冰雨谁呀？你不会连慕容冰雨都不知道吧？慕容冰雨就是女神。廖老师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看她一眼，你也会瞬间失去所有的抵抗力。好眼熟啊！好，上课。哇哦，老师您穿的蛮帅的嘛。哈，那是，老师很时髦的。嘿嘿。这个慕容冰雨的歌，为什么我一首都没听过？那你喜欢听什么歌啊？啊，这个我比较喜欢听意大利的，那个叫什么帕瓦罗蒂啊，对对对，帕瓦罗蒂嘛。没想到老师你还挺有品位的嘛。啊，那是。哎，老师，慕容冰雨的歌你都没有听过吗？啊，这个慕容冰雨的歌啊，都是你们小孩子、小女生喜欢的。那你是不了解慕容冰雨。听说他小时候很苦的，住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，到13岁小学没毕业，家里就没有钱供他读书了。但是他很有理想，在干农活的时候，他一直自学音乐，直到有一天，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下乡来采风，无意中听到了他的歌声，惊为天人。他一出现，整个音乐界都震惊了。啊，那这么说，这个慕容冰雨还是个有故事的同学了。老师，你要干嘛去啊？啊，我想上个厕所先。厕所在那边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演出前不要来烦我。哦，对不起啊。等会儿，帮我倒杯水。居然把我当成了服务员，好，今天我就伺候你一回。
车了。怎么是你啊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不想干嘛？我想进来撒泡尿。这儿是后台休息室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什么混进来？我是有贵宾票的，好吧？你有 VIP 票？小雨，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难道说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慕容冰雨吗？你是慕容冰雨啊？各位请跟我来，咱们一起到化妆间，对慕容冰雨小姐进行演唱会之前的最后一次采访。不过这次大家可要抓紧时间，因为再过10分钟，演唱会就正式开始了。好吧，咱们这边请。这个女人应该不是什么善茬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来，我就是走错房间而已，我现在就走啊。哎，等会儿，车的事儿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呢。什么车啊？你少跟我装蒜，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，马上让保安把你带走啊？哎，你别乱来啊！我教你啊！你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我打你啊！你站住！喂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搬完东西还不赶紧走？哦，对不起啊！哎，现在就走，让，不要拍照，不要拍照。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了。廖老师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？哦，刚才我上完厕所碰到慕容冰雨，她非要跟我签名拍照。切，谁信呢？真的，我让她先去忙了，等演唱会完了再说。你就吹吧，廖老师。
怎么样，廖老师？这趟你不虚此行吧？啊，马马虎虎吧，跟那个卡拉 OK 的水平差不多嘛。切，廖老师，你这嘴硬吧？你的态度已经出卖了你的内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慕容冰雨。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的演唱会，谢谢你们一路走来对我的支持和陪伴，有了你们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下面呢，我想有请一位热心的朋友上台跟我合唱一首歌，你们谁想上来呢？先生您好，请问你要唱什么歌呢？我想唱一首《洗刷刷》。好。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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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。车的事儿就算了，咱们两清了。什么清不清的呀？你赶紧换衣服去吧你啊！小丹，时间还早呢，你跟我玩去吧。春春我去不了了，苏老师还在等我呢。美术大赛没有几天就要开始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先走啦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打你啊！啊，对不起啊！哎，现在就走，让让，不要拍照。妹妹，你快告诉哥哥你的名字呀，哥哥可等不及了。不要着急嘛，我迟早不都是你的。你可真会撩人呐，我都快得了相思病了。廖学兵竟然这么闷骚啊，太好玩了！幸亏没让别人去干这事儿。好哥哥，你洗澡了吗？洗了，我一回来就洗。难道妹妹想看看我发达的胸肌吗？就会吹牛，天天见也看不出有多发达呀。哎呀，哥哥，我手机的摄像头坏了，要不然今天先看看你吧，改天再给你看我。好的，不过下次你可不许耍我哟。
廖老师，我来给你截几张私密写真吧。廖老师好像没这么胖吧？这人谁呀？宋玉浩。这个宋玉浩居然敢假冒廖学兵，你给我等着！这狗屁网络，怎么说断就断了？